你好，內地學生湧港，香港接收咗好多大量嘅國內學生湧港，已經成為常態。老實講，我唔係反對國內嘅學生，但我覺得離港嘅速度太慢同埋太急，有感到香港冇足夠嘅配套，同埋香港嘅學生未能適應我哋將來嘅資源，同埋就業職位將會被稀釋。從任何角度睇，佢哋將來必成為香港學生嘅競爭者。當然有競爭先至有進步，但一下子過於劇烈嘅競爭會造成香港吃不消，以及我哋難以控制整體嘅大學質素。如果因此質素下降，會嚴重影響香港嘅經濟同埋前途。但事到如今，我亦認為根本收唔返唔到轉頭。政府已經下定決心，我唔清楚呢個係咪政治任務，我哋只可以觀察好帶來嘅影響。有時過急可能會有反效果。當年嘅自由行都有眼你睇，最終恐造成咗中港矛盾。